继续来看三麦堂布袋戏团，让6年的时间，即马阁推出新的作品。这个演出拢总有70身翁仔会做回来演出，而且应用创新戏剧的方式，要让大家来思考放弃急救、甲善终、生死相关的议题。故事的主角之一倒伫眠床顶面，身躯边的家属面对着治疗，互伊一世人倒伫轮床，也是放弃治疗，互伊离开的选择。家己原布袋戏甲艺术团队三麦堂新推出的翁仔音乐剧当中，加入病人尊严甲善终的议题讨论。放弃治疗这件代志袂当用这个名词。因为放弃治疗就是你放弃伊的希望。咱是选择要互伊好好去，还是要选择互伊留落来较久？这是一种选择，永远拢毋是放弃。因为破病无救，迄当阵就感觉讲实在，当阵我看较哭。即届呢，伊竟然阁有一个讲救到要救，我讲天啊，为什么？做人一定要这么揪心。三麦堂自2018首演音乐剧《如情似水》了后，故事甲角色拢受到真侪人的介意。经过6档以后，这届新推出的作品，唔但增加生死议题讨论，搁制作新的音乐甲22身新的翁仔，希望会当互这出音乐剧有新的感受。希望这首曲子里面要传达的也是，人生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，也不可能像我们希望的这样子，但是我们一定要怀抱着自己的理想，然后继续往前进。这出音乐剧串在一起，然后还加了公孙长歌啊、去年的莫浪等等的一些主角，都把它串联在一起，这样。三麦堂表示，因的翁仔音乐剧唔是干那武侠的功劳，颠倒较侪人性亲情的故事。这个透过团员自身的经历来写这个剧本，唔但分享因对病人生死的看法，嘛希望透过故事，会当互大家来重视这个议题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